时那个召集人啊，都会叫我去地府去找那个死者啦。哦，像那个屏东啊，钟正芳，各位认识他吗？还有那个江子翠啊，江子翠那个叫什么名字？倒是忘了江子翠是被他的姐夫害死，那个屏东那个钟正芳啊，是去阿姐，去因阿姐害死，改用那个皮箱啊，改安尼剁啊一块一块放在皮箱内底。台湾第一件啊温尸命案就是钟正芳。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台北警备总部啊，成立一个专案小组，然后你知道吗？那个专案小组那个召集人啊，去找当机啊，政府叫我们不要迷信，对不对？政府本身去找当机，讲你去地府问迄个钟正芳，谁甲你害死？安尼有准无？上盖准对不？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那有些来伫个地藏王菩萨家伫咧听经，那个时候啊，地藏王菩萨就会讲，说这也是说伫用世间啊行道，认真咧修道啦。所以那个都非常久的事情了。现在你才都一条灯去修掉，把它拿出来讲，让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呢在凡人这个子孙认真咧修竟然会抵应到咱的祖先，虽然都还没有招拔，可是他们已经可以离开那个地狱的受苦，可以出来天讲人寿，这个是题外话，然后呢，这个四维啊，这个习常，我们至于52章呢，索母章，这个母子章啊，就是我们的承袭呀，这个我们以往一从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接着呢，再讲一章，53章，这个大道章呢，或是讲这个道余章，那么使我介然有之啊，这老子啊，他就讲说呢，他说使我介然有之，已经呢可以到达那个知道啊，天地之间的理。到达呢，所有一切啊，都无所不知的时候，那么行以大道啊，为师啊，是谓能够呢，把那个道啊，这个行得出来，行大道。那么为师啊，这个师啊，就是这个治理啊，整个完成砥砺世间呐，所以老子很怕呢，来砥砺这个世间。因为要治理这个完成啊，就是要落入有为，有所作为啊，就是呢，要来教导人民。那么老子呢，他说呢，就是为师啊，是很畏惧，很害怕，就是做得不好，跟我们现在大家都要爱做大，要爱呢有那个管啊。不，他呢是害怕说不能利益众生，所以老子就讲说为师啊，是为。那大道呢，甚夷呀，这个大道夷呀，就是很平坦，这个大道啊很容易呀，去走，了解意思吗？大道啊很平坦。就像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假如说都顺着自然，在家里啊，孝顺这个父母亲，然后出外呢，友爱啊朋友，都能够照顾啊，一些亲朋好友，然后又利益众生，是不是啊？很平坦。
大道呢都是平坦，可是哦，我们都走歪了，有没有？我们众生呢，都走歪了，所以底下老子才讲说，儿民啊好进，就是讲大路拢唔行拢要行行啊。各位了解意思吗？各位平常在在外面在生活的时候，拢行大路还是拢行行啊？大路爱踅足的啦，行一块行就到。爱行大路，爱行行啊，爱行行啊，行啊代志足济哦。各位有没有发现？行大路代志对不？你行行啊代志足济对不？迄543一米啦拢伫行啊。知道意思吗？有问题的都躲在那个暗处，拢避一下，迄有问题啊，讲抢劫啦，要做歹代志啊，点大路，拢会去行啊，对无？所以咱人拢爱行行啊，敢若拄则讲的，行啊较紧，唔通讲贪得容易到，本来咱活80岁，贪得行啊近还剩60岁尔，安尼好无？减20年所以唔通贪得行啊，所以这边要了解说，还是要走大道这个大道啊，圣仪呀，很平坦。那么招圣除点呢圣福，这个招招就是讲做官啦，迄个除就是迄个阶梯啦，一站一站的迄个阶梯，所以这边呢按照呢这个做官来讲，招就是做官，也有没有过？招啊做官，那也在也就是伫咧背时，招就是做官，也就是背时，迄个招圣祠，迄祠就是阶梯啦，一站一站的阶梯，你要做官，就要一站一站爬对无？爬甲真高，就迄个真大官吏，有没有？所以这边呢讲说呢招圣除，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老子就讲说即摆若咧管百姓的时阵伊要建立他的那个权柄，要建立权柄伊就要起一个迄个高台，徛悬悬了无？迄个招迄个梯啊，就要爬甲安尼，互人民仰望，讲悬啊，真大，做官做真悬，听到这意思吗？所以这边这个老子他为什么说那个为师是为要管理人民啊？为什么很害怕？就是因为只要一落入那个权柄，就是要爱做大，要爱管，就是那个所以那个招圣除，除就是阶梯啦，一站一站的阶梯。然后田圣福，就是讲迄田拢无种做，因为伊拢甲一寡百姓甲伊征召来做迄个你要爱管理的迄个台啊，迄个会当徛起你悬悬，互人仰望的迄个厝，了解这个意思吗？对那个文字啊，迄个词加减乘除迄个除啊，
在那个意识来讲，就是那个阶梯啦。我们一层一层那个阶梯，一站一站啊，愈管，那个阶梯，你要来把八字拢调来做这个阶梯啊，做这个台真悬，会当发号施令啊，伊就无时间通去种田，无时间通种田迄田就拢无切啊通收，所以田圣虎啊，就是讲拢无修行啊。都没有收成，然后呢，仓积蓄啊，迄仓库你无正切啊，迄仓库就拢无这切啊，通啊去放伫迄仓库内底，所以呢，这个都有连贯从那个征召人民来为政府做事，结果呢，他没有去耕田，没有收成。然后接着底下，那个文采，就是那个当官了以后啊，请干呢，撇里，就是穿得很好看，对不对？当官了以后啊，他会穿得很好看，你这样法度会把伊的威武显现出来，所以胡文才。然后戴利剑，个派甲，表示说他国家的武力啊，就是可以抵挡那隔壁国家，就是在炫耀他的那个国家的力量，戴利剑，然后宴饮食，八字拢无通啊食，仓库拢空虚，伊食解会偷贼，知道意思吗？所以呢，宴饮食，已经拢食到什么款好食的物件拢袂好食，所以宴饮食，然后财货呢，有余啊，八字拢无忙，伊拢有剩啦，伊拢安尼累积足济，所以老子就讲思维啊，道夸，迄唔是叫做道啦，迄叫做强大。这样了解是吗？所以或许这个把这段的这个解说呢，在我们修道来讲，我们从那个儿民好进，就是我们喜欢走那个小巷道，爱行迄个细条行啊，要爱做代志较紧的。行路嘛较紧的，较认真会当成就的，然后呢，招胜处啊，这个表示啊，说我们那个发号施令啊，本来是要有德的人来资助，来做这个头，结果今嘛咱不是啊，咱的佛性呢不生不灭，有德呢，他没办法。发号施令，即马伫咧发号施令就是咱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样了解吗？已经转过来解释了到我们修道身上来了所以那个招胜处啊，就是我们的感官当家。那感官当家了以后啊，那个田啊，这个圣就是我们的心田啊。拢无咧种植，我们的心田啊，已经拢杂草，这样了解意思吗？已经全部啊，都是杂草，所以田圣湖，然后当呢，这个期息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巴肚内底拢无实在学啦，拢无实在的迄个德行，拢无实在的才干才能。拢无，完全拢无，这样了解吗？所以到我们修道的角度来啊，都可以用。那个仓啊，仓库啊，已经都空虚了。各位的仓库啊，空不空虚？充不充实啊？有像老子是这样吗？有没有？
没有啊，要不要培养啊？哦，要培养，哦。